头前以后下晝2點嘅，歡迎大家同網絡頭前睇睇下個新新聞來關心國內疫情嘅最新發展。今邊呢都講疫情以前哦，指揮中心定價下出來開記者會，先來關心早晨嘅時間呢，行政院今邊呢來進行嘅總辭，出來看到蘇貞昌內閣今邊呢出來啟動嘅人事改組，估數今邊早晨嘅時間，大家就始終喺行政院頭前來翕嘅亞種一般講嘅畢業相片。韓國呢接下來蘇貞昌今邊有講到嘅防疫來到為進行階段。估數係唔係有國人愛要留下來，無處離開呢？會略略嘅改組聽聽，因為家家愛潛按到新嘅國人，開始來啟動下一階段經濟發展新模式嘅2.0計劃。估數投入安泰新嘅國人當中呢，有啲人係愛離開確定呢。比如講文化部長蔡麗君，吹頭鴉片呢，也就昨天拍3拍4外套嘅蔡麗君，佢一下確定唔會繼續來做文化部長，來看到詳細嘅新聞報道。早前蘇貞昌帶領行政團隊總辭了後，同第二條下內閣高人來睇協商。大部分首長包括防疫表現受到高度肯定嘅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經濟部長沈榮津等人攏確定留任。文化部長蔡麗君就以新拍攝西裝，其他動案看起來特別當然。蔡麗君之前當面向蘇貞昌請辭，也傳出為台北市長選舉來做準備。蔡麗君請辭差唔多確定，文化部長會請另外一個人。還有科技部長同國發會就會也傳出會辦人，因為資料期滿，科技部長前2期希望多將去台大教書。你有規劃要回學校台大？我想因為你完成階段，對，因為還有幾天嘛，那我們還是讓行政院做正式的宣布。國發會就會前每年較早家下傳一封信，本國發會同事講到行區院長辦公室只是回應通知5億空了後，無國繼續做國發會就會，佢向國發團區每個同事回落啦。國發會就會傳出由政務委員姜文謙來責任，但交通部長林佳龍早前出席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受到關心氣流問題。那部長是否續任？不知道，還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跟你談嗎？因為有安排約見，但還沒有約見。受到拍韓人數影響，內閣改組將分2階段進調。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本媒體對問拍韓案嘅事，只簡單回應講先做防疫。另外內閣總辭了後，將正月看守期，同時進行人事進調，包括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經濟部長沈榮津、財政部長蘇建榮、內政部長徐國勇、農委會主委陳吉聰，來到大部分攏留任。蘇貞昌下晝會展開高人親信。按算5億空之前確定替補名單。記者陳小明、黃德閃、錢昌偉特別報道。第一步嘅仍然愛防疫，估數呢啲國人當中有當到本大家肯定係第一擺防疫嘅角色做到唔會難。比如講衛福部長陳時中，韓國呢經濟部長沈榮津，一下呢都啲家條呢會繼續來留任。另外，因為關心到其他部分。先來看到交通部嘅部分呢，早前林佳龍呢就去翕嘅一個行政院嘅畢業相片咯。唔過呢，交通部嘅次長王國材針對接下來有可能講高鐵、韓國台鐵針對防疫嘅措施，愛留佢重要。估數呢，早前大家還係真關心。王國材記者講，先前因為呢疫情案件中。估數就會照定陳時中部長指揮官講嘅話，就係來順時鐘，也就係呢，從日嘅時鐘呢係順時鐘，按呢正常來列。不過因為疫情又嚇得咧，接下來就會反倒轉來列，天天呢一步一步來接近。高鐵、韓國台鐵有可能田港業就會來報到指揮中心同一條標用嘅計劃，報到指揮中心。故所講係唔係愛開放飲食、開放機票一條，田港業有可能就會有進一步嘅結果。指揮中心聽日愛出來開記者會嘅，來宣布講今ปี有新增加偏離模來關心。好，我們各位好朋友們，大家午安。好，那謝謝大家持續來關心國人的健康。那今天我們的記者會還是由我們陳指揮官來親自主持。在指揮官左側哈，有我們的副指揮官。那在過去是我們資訊組的副組長哈，龐一鳴龐副組長。在我右手側哈，是我們社區防治組的莊義祥莊副組長兼發言人。現在就請指揮官哈跟各位來說明一下我們一天來的一個工作的情形。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好，那今天我們沒有新增的病例。
好，那累计有383人解隔离。好，那现在在医院的大概就是这50人嘛仍然在隔离中的。那我们今天等于是连续第3，带得很习惯那我们连续第32天没有本土的案例连续7天我们没有新增的案例还是一句话，大家都恭喜了我们持续保持社区的这样的安全。不过还是要强调，大家一定要力行防疫的新生活。那今天另外一个跟大家请我们的资讯组跟我们报告一下我们的这个一指神通它的一个现在实施的一个大家满意度的情况。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好很高兴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指神通使用情形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也在这个场合跟各位报告，4月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开始使用这个科技的技术。那我们这次调查其实主要问三个问题一个问我们对一指神通的满意情形，那另外一个是对我们那个民政服务人员的满意情形，那第3个是对一指神通的功能的细项有没有什么个别性的建议。那很高兴我们知道说，我们发出去的从5月4号到5月11号发出去的将近16000份的问卷中，我们回收率达到46%达46.82%，回收了有效回收问卷7100份。那这7100份我们去做分析，那发现重大的结果，包括第一个对我们整个一指神通使用的满意度，和对我们第一线民政人员的满意度，和他愿不愿意推荐，如果其他亲友也遇到类似情形的时候，要不要使用这个工具的情形，他的得分其实都是超过都超过8.5分，因为我们满分是10分情况之下得到8.5分的成绩，所以这个结果让我们比较振奋的是，第一个，我们民众其实是可以接受科技防疫的技术过去都认为说用科技会比较冰冷，可是我们实际做的结果，用一指神通的满意度跟我们民政第一线人员去服务的满意度，其实大家是不相上下的所以我们民众是可以接受这个科技的服务。那整个的功能建议里面，我们发现说还有一项比较需要改善的如我们从左边电视墙上看的投影片上可以看到，我们不论是就说就可不可以轻松的登录资料，或是轻松的做健康管理等等这些情形，都认为一指神通的使用情形是跟他的期望是非常符合的，符合的程度都高达90分以上那唯一不到90分是85分呢，其实是在使用这个利用一指神通的功能，直接去拨打1922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一项的功能可能稍微差了一点，虽然差一点呢，还是有非常符合和符合的，还是有达到85分。那这个我们去检讨，这个可能有一些跨平台的问题，因为用一指神通是用那个 Internet 是用网络的，那1922是用电话的方式，可能这两种平台之间沟通其实效果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如果我们持续用科技防疫技术的时候，遇到跨平台的问题，我们可以后续做一些改善。那至于满意度部分，我们看到这个电视上的，就是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个画面上的表，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不论是年龄别或是性别性别其实在满意度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对一指神通的满意度也高达差不多8.7分，对于这个基层民政服务人员满意度也是达到8.56分所以我们对这个整体的情形，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来验证说，我们的国家未来要用科技防疫的时候，这个技术是可以导入的。那要做一些相关的修改的话，我们有一些方向可以来遵循。好，这以上。好，谢谢王处长给我们的说明哈。
那其实未来在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这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疫的手段而随着整个社会的开放未来可能再回来需要做居家检疫的人也就不会少。那怎么样有效率的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资讯化一定会有帮助。那我们会持续的在精进让整个的在联系上面各方面都能够做得更好。那也要借这个机会供我们在村里干事等一线的民政人员不管是在关怀服务或者很多方面他的协助，才能够让我们把居家检疫能够做好。这个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第一线的人员。当然很多的第一线人员是需要被感谢的那我们是借着这个机会，在这样的一个民调这样的一个调查里面看到他们很辛苦，那确实也做得很好，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的一个调查的满意度就非常高。那我再度重申，对我们民政第一线的人员整体的服务非常谢谢他们，有他们的努力才能帮我们守住这一线。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那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指挥官好，三立新闻想请教一下，台北市长柯文哲说，指挥官如果不宣布酒店解封的话，他自己要自行宣布，那有可能是5月25号。那指挥中心有进一步的做法吗？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的是说，也是台北市长他说，文化部跟卫福部的横向沟通有一点问题。那现在两厅院能不能开放还没有结论，那这个方面会怎么解决？谢谢。第一个就是说。任何一个县市、任何单位他只要解封，只要符合我们一再宣称的一个个人的防线是不是能够做好？第二个，我们业者的管理的能力。那第三个，我们主管单位的一个监督或者一个执行的能力，只要能够做得到，没有所谓说谁要来宣布，我们本来就已经宣布好方法在那里，方法就已经在那里，做得到的就解封。那第二个，文化部跟本部这一点汉格都没有了文化部继续在规划怎么样来做一个解封或者相关的规定做适当的一个主管单位要提醒相关他所属的单位里面在放宽所有的规定里面该怎么样来做。那也无外乎把我们这个个人的健康跟我们的防疫新生活能够做好，那也就没有问题。指挥官好，忠实提问，这边有3题想要请教，就是指挥中心先前有提到近期有远洋渔船3至4千人将返国。首先第一题想要问是说，目前最新的规划检疫的方式细节出炉了吗？那第二题是，因为这些渔船返国要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而且要采1人1室的隔离措施，会让船公司的成本大增。如果按照每艘远洋渔船50人的编制看，光是居家检疫的经费就要破100万。因此有不少业者希望指挥中心可以放宽，看能不能够透过延长30天的无接触史这样规定就好。请问指挥中心的态度是什么？第3题是，指挥官陈时中曾经提到，指挥中心不会一昧的追求零确诊。那现在是不是可以从渔船开始进行解封？因为这些远洋渔船，它在捕捞完鱿鱼后，现在是要去，接下来是要去抓秋刀鱼。那如果全部都进行居家检疫，不仅船公司的成本会增加，接下来恐怕还没有船可以出海捕鱼。那这边的话，指挥中心有没有应对或是纾困的措施？我们现在到底是要以经济为优先，还是要持续防堵边境呢？谢谢。针对远洋渔船的部分，我们在1-2周前就已经找渔业署跟几个县市政府开过会。那也检讨，因为远洋渔船很早就已经订定了一个防疫的措施的做法，都已经有那一次只是做了一个小幅度的检讨30天到底能不能落实那因为那一次的讨论里面，包括防疫医师的一个意见，那包括询问渔业署跟相关的这个他们能不能落实在
考核上面跟督导落实30天，能不能确定在船上的那30天里面，那每一位远洋渔船的船员是不是身体健康的部分，大家可以去做确认哈。但是大家这一点是可能做不到的哈，所以才会去检讨把这30天的部分去取消。那回到14天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落实居家检疫，那他们会有一部分的船员还是留在船上，采取1人1室的方式。那其他的部分就会记录到防疫旅馆来。那目前初步的规划是采取1人1室，1人1室。那防疫旅馆本来交通部就有1天1间房间有1000块的补助啦。那如果这些船员的部分有符合我们居家检疫14天的这个补偿的标准的话，如果他有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当然也可以再领取1天1000块的这一个部分嘛。那另外是那船公司是不是在这个财务压力上面的这一块呢？我们在下午会跟渔业署再开1次会，那是不是会把它纳进来做一些讨论？那我们下午会再做更详细的讨论哈。那另外是，如果他船靠岸之后，他卸完渔获，那船员不下船，他完成整备，那他随时可以离境，可以出港，所以不会有这个船公司说他的船员在这个还要14天完成之后他才可以，他只要不下船，他如果他的船员他需要完成整备完成，他就马上出港这样的状况底下他们是可以，但是只要他要下船出港，那就要配合我们居家检疫的14天的措施。那有这样子的做法，才能确保我们社区防疫的安全，然后那也确保我们每一位渔船的这个船员的身体健康可以得到维护，那社区的防疫也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是彼此之间的兼顾啦齁。那船公司有表达他们在财务上有一些困难，那我们下午再跟渔业署一起再做一些讨论看看齁。在边境上面那当然我们现在仍然是维持着就是原则上是管制了那放松是例外那例外一定会有例外的一套的管理的方式。现在整个的情况是在我们的外围的国家，它情况还是很严重，世界这样的疫情还是很严重。那台湾是相对的，我们在我们的台湾里面是相对的安全。在台湾里面，我们现在是在放松，原则是在放松，那例外才会去管制。大概这两个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边境上面不会任意的来放松了除非在有重要的一个经贸相关重大的一些活动，我们才会来放松。那至于在渔船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没有跟社区跟我们本土的社区有接触的话，我们尽量就放松那但是有跟社区要接触的话，那就要做我们的居家检疫至于要做居家检疫第一个地方如果有困难或者在经费上有困难那我们都尽量予以协助尽量能够把边境这个做好。指挥官好，中视提问，想请问之前有提到说，双铁的自由座解禁跟开放用餐这个部分的时间点，请问是在端午节吗？或者是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点出来？再来想要请问就是有关一名70多岁的国内新冠肺炎的患者，重症患者，他使用叶克膜，那最近好像据说是脱离险境，而且就是康复的状态。想请问一下他目前的状况如何，以及国内还有多少人在使用叶克膜？以上，谢谢。那至于在高铁上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那交通部他们研拟好他们就会来公布。那至于70多岁的是指哪一位呢？这个我知道是北部某医院的，这个应该是快要出院还是出院了，这个我不太确定了。那他是说他有经过这个叶克膜跟这个呼吸器的使用，
但是因为在医院的这个极力的照护哦，那这位个案，那后来就应该是康复了啊，谢谢。部长好，那再过几天就是 WHA， 那之前您提到说会整理台湾的一些决策的经验跟模式，那会跟世界分享。那这套资料台湾模式的编撰的内容什么时候会跟大家来分享，或是您这边可以分享目前的纲要？那第一个部分您也提到说这个期间会有台湾的线上会议的安排，那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期程的规划或者参与的国家？谢谢。相对的这些大概我们对我们的经验，大概从一个决策的体系，那跟民众的沟通，那还有相关的一些策略的运用，那跟我们筛检的一个选择，那疫调的方式，跟我们居家检疫，还有我们资讯化，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综合运用，那这是我们大概未来会跟大家报告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至于有相关的会议，那我们就先在这里就先卖个关子，我们暂不公布。指挥官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华职棒的那个饮食的部分，那社区防疫小组就是看完规划之后有没有决议，就是放宽饮食跟开放联座的部分？谢谢。针对职棒联盟的部分，我们从这个礼拜五开始，人数可以调整到2000人。那第二个是饮食的部分，我们现在先开放的是由他们所准备的餐盒的方式。那因为餐盒他们会同时附带手部清洁或个人卫生清洁的这个用品一并那所以暂时先不开放个人携带零食进入的部分那也同时也开放这个亲子的部分，可以比较坐在附近这样的一个模式，在这个礼拜五开始来执行。部长，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交通部长林佳龙他在今天早上的交通委员会就有提到说，规划防疫旅游在5月下旬就可以出团，就是可以把时数的旅游还有一些业者可以串联在一起，旅行社、游览车、饭店都可以有生意。那想请问的就是，现在业者已经有朝你这一些旅游的防疫指示会想要提送到疫情指挥中心这边来审查，那想问说我们是不是已经有收到？那我们在审查的时候是不是有哪一些的指标可以来确认？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审完？这个大概我们不会就是说来我们这边来审。那交通部相关的规划的方案已经都完成了，那就看在业者这边怎么样去执行。那有疑义才会提到我们这边来。那基本上这方案的方向都已经确认了，我们也非常的鼓励，因为毕竟这个在里面它是一个有计划性的，那接触的是相对的特定人，那适当的管理是好的。那另外也可以借由现在的一个机会，把台湾这些美丽的景点跟它的深度，都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它建立起来。那作为未来，如果有国外的旅客进来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的观光业发展起来。所以借由这一次的防疫这样的一个防疫旅游的规划，我希望能够把我们台湾的旅游更多的景点发掘出来，那更深度的旅游能够发展出来。指挥官好，中天提问，2个问题想请教。首先就是有关于那个法国那边有一位这个代表处有一位职员确诊，那外交部目前也表示说他还在居家隔离。那想请教，就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给外交部一些建议，然后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台湾已经是第7天的零确诊，同时也是已经超过1个月是没有本土的确诊。那这样子是不是算是我们破了一个记录呢？就是有关于我们防疫时间这样以来。以上谢谢。那当然在国外确诊的相关的国人，我们都持续给予关心。如果外管那边有需要建议，我们会给他。不过相关这些规定还要遵守当地国的一些规定来做。那另外当然也很高兴，我们本来就是说到昨天是第3次的一个6个0嘛。
那也就终于在第3次，我们终于到今天也突破到第7了哈，第7天哈，第7个0，好，那当然我们觉得很高兴。那不过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了哈，我们是想越开放，但是还是要强调个人的防护哈，这个不能少。好，那大家有时候误会哈，因为这个透明板看起来很透明，所以大家都以为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没有社交距离，也可以不用戴口罩了哈。没有，我们这是没有社交距离又不戴口罩，是因为有隔板的关系啦，有隔开来。然后另外我们今天也看到，就是说这2天也在想说，不知道你们需要不需要这个隔板啊？这样记者会的时候哈，才讲话会不会更方便一点呢？我们做一个民调看看哈，看大家觉得希望需要这个隔板的，我们就举一下手，让我们看一看。哦，那也不多啊，就是你们在用隔板的话，就不用戴口罩了嘛，哈。那我们就再问一次了哈，那需要的请举手哈。那这样就不需要了哈，要往以后就再换一个位，设一个隔板区好了，需要的就在隔板区做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哈，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哈，把我们这样的一个零确诊，虽然不是我们的依赖哈，但是有零确诊还是让大家觉得很高兴。那大家持续努力，我们力行防疫新生活。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是内阁总辞，那部长其实你也写下记录，就是卫福部里面成为部以来这任期最长的部长。那想请你谈一下，说过去这段时间您任内所一些重要的卫福政策，到目前为止完成了多少？那下一步的规划会是什么？谢谢。我们大概可能在这段时间，大家也不要忽略哈。那其实我们的那个长照，哈，在我们的任内里面也往前跨上了一大步。那当然未来哈还有一个很大的哈的努力的空间了哈。不过毕竟在我们部里面的同仁的努力之下，哈，那长照哈事实上我们在上一季的做的满意度，它事实上是非常的高。好，不过也许跟现在我们因为防疫的成果哈，这样有被投射到，所以它满意度是超高的了哈。不过我们不会以那样子自满。那未来除了这个防疫的工作仍然非常的重要，哈，除了在疫情的期间我们持续努力之外，那我也非常希望好能够建立一个更完整的公务的防务的体系。好，能够让整体未来在遇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传染病，能够更有效率的积极能够来应对。然后另外，当然进来有一些相关的社会的案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社会安全网，好，还有一些需要去努力的，好，不管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好，这是一些刑后的治疗，或者相关的一些刑法上的一些修正，好，或者我们的一个精神病的医疗网，好，都有精进的一些空间。那未来我希望能够投入更大的一个资源，能够把这一块做得更精进。好，谢谢。指挥官陈时中今晡呢，伫一个记者会一开始，先同大家讲恭喜，因为呢，也是头一摆，国内连等7年都无新增加确诊病例，估计一个嘉陵是连等7年嘞，韩国也咪是连等32年，国内都无新增加本土病例。规日来讲，现时确诊本还是442。故说呢，陈时中今晡呢，佢係可以用手面先同大家講防疫，先同大家講恭喜，韓國佢強調還係要做到防疫新身份。佢家下呢，清明嘅時節，佢強調講哦，雖然講現場看起來家條都冇帶遮嘅咩，不過國家呢就開始講，係唔係現時做得唔是帶嘅。陳時中就強調講，還係愛帶定做嘢咩？唔過呢，係講做得控制嘅情形，係講有一種疾病同佢病起來嘅時節，比如講大家去夜市嘅，韓國出去食飯嘅時節，有病一種疾病，大家就做得較放心，同樣嘅做嘢咩？
拿下来。故此呢，现时来到亚下呢，也个国内嘅疫情传出一案嘅好消息。家下有一个新的消息，也就是副指挥官陈时中针对亚个中华职棒亚下新的呢，佢讲哦，亚礼拜五起始，现时组织同亚个球迷落去球场看比赛嘅人数，来老佢提高到2300人。亚礼拜五起始，我向前爱注意到，有人就讲啊，去亚个球场看比赛嘅时间，听出爱食东西，看起来看亚个打球比赛哦，真会还有意思。甲下面宣布讲，一个视察的方式呢，一下先开放，用大家落去的时间，唔好自家带东西落去哦，像你想爱带冷搭的，其他的饮料落去，现时也在集团先冇开放民众带自家准备的东西落去时，而现实的东西就是一个职棒联盟嘅条准备，像安尼一下一下的全盒。因为呢，地位多出的同时有一种书，还讲呢清洁用品，为乡下等等一种食物，乡下本也都球迷来食，按那个视察真系做得嘞。另外，唯一嘅部分，现时拜五起始咩系开放嘅亲子操，做得乡下草地附近呢，或者还系爱接受一个职棒联盟一片嘅安排。现时呢，人关心到嘅系，特别有咧些些专题，爱同乡亲朋友来小结。也就是讲哦，先同大家来公布一张相片，大家来比看啊，看下两张相片长得哪？也係唔係家下呢？指揮中心也片開記者會嘅方面，我向前做得來比看啊，當個亞張相片也兩個有長冇？鄉親朋友，你想看啊？也片我見到愛同大家來小嘅係聲音呢，啲也防疫集團做得為乜嘅事情，同時要學嘅到防疫嘅規範規定，還有也相關嘅知識以外，還學嘅到合法哦。像也片呢係屏東縣豐田國小，也嘅學生嘅加到設架來營運防疫，還有呢因為愛協防疫嘅也嘅創意嘅短片。學生嘅呢，就來設架發明嘅一種學生嘅版本嘅指揮中心。佢一條呢，每位等等指揮中心出來開記者會，同時就打幫按呢個流程，幫限卡到嘅聲音呢，啲好防疫，同時來學簡單嘅合法來關心。本日大家收看豐田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呢部向豐田國小喺屏東縣嘅客語生發學校，小朋友講客家話喺豐田國小嘅日常，模仿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召開記者會。指導先生表示，喺上海本客家也做得為防疫盡一份力。天時看到攏貴語嘛，無客話，啱過喺台灣有新辦法嘅客家人。個小朋友模仿防疫指揮官，聽對先生學習防疫用品嘅講法，寫嚟種意識中來按名嘅，也其中為介紹乜嘢名嘅係按照人家人，你會希望武漢肺炎嘅疫情做得停。大家應該都傾向愛看到愛，因為只要看到愛，就代表根本嘅係人，無人觸到。希望未來確診嘅人都係人家人。喺家中可以用心，大家人共下來防疫的話，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家的始終。短片這樣的機會，其實讓孩子有一個展現自我的平台，那也展現豐田國小平時的一些教學跟防疫的措施。學校表示，影片讓屏上面都有7000人嘅流量，小朋友去打球嘅，日本球友認出來，今日講會變做名風嘅。今日講未來嘅時間許可嘅情況下，會推出一系列嘅防疫短片，而本客語做得公用化。客家新聞潘成旺屏東報道。家下看到新嘅呢，學生嘅版本嘅指揮中心出來開記者會，加到沒有指揮官陳時中，還有呢各種嘅時鐘，像也學生嘅也同學呢按照現時鐘，另外呢也偏沒有家庭，就像根本嘅呢國內冇新增加確診病例強用，故所呢就可能到也按到嘅學生嘅啲亞博嘅大家發揮創意，向下來防疫，未來學合法。目前嘅素材呢，按到嘅學生嘅學校沒有傳統一種防疫同客家相關嘅教學，家下看到嘅係屏東縣嘅豐田國小。接下來愛同鄉親朋友來小記到嘅係屏東縣屏瑤鄉一片呢，有也愛群有言呢鬼太村嘅聲音呢，幾條愛教導嘅物嘅呢，現在鄉親朋友來關心到，從一片聲音呢，含本組、細班、中班、大班各有主題哦。
先来看头一个。最老密码会识，按等一下哦。最老密码会识，按等一下哦。最老密码会识，是风扇，按等一下哦。最老密码会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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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等一下哦。多谢大家。一般呀，最入面呢，家下呢，影片当中加到係講最辣嘅，睇下哪度位最辣嘅、最入面係乜嘅事呢？一個四班嘅學生嘅呢，加到呢一集一集來學，係講你用一種聲音嘅聲講出來，當地人寫學。中班加到學嘅係醫護主題，也就係講呢，啲亞防疫期間，我檢查一個醫護人員以外，平常時一本醫生看會用到哪一條相關嘅合法呢？來看啊！中班嘅聲音呢？驚爆卡掛號飛士兵魚。差唔多那前秒鐘快，來下那鬼頭。邻居有衛生母同時有藥，好，到下一聲。聽下有藥。請問那邊我上開，捱住系統。毛新牛念了，好，到下一聲。好，新牛有意。我唱第一下。沒有有為，有一隻三百九十當初按不跳，讓一百回到林子油。我是請唔是的喲。有人做醫生，有人做評判，也條聲音呢，真是做到有手有腳，動有槍哦。接下來看到台版鴉片，較台嘅聲音呢，也條我唱草本嘢。指揮中心開記者會嘅時節，陳時中記就有數到講，指揮中心鴉片數到有2姊妹，送嘅也嘅卡片，韓國也嘅前講嘅日本指揮中心，我表示感謝以外，還講到亞博嘅因為愛防疫，動到聲音呢，學生嘅。當上愛出去了了誒，唔過因為大家愛留啲木卡度防疫，嗰種呢當到時間都冇出去咧。接下來聽聽下台版嘅聲音呢，啲講防疫期間係行做地為乜嘅？
用友好教、友好學動詞嘅安尼嘅方式來學防疫，還個學客家，大家都有無同樣嘅做法。接下來，我停定一下個新新聞，來到園林業嘅輪播國小，來看到國小嘅聲音呢，3到6年生呢，佢哋愛來教大家馬街防疫嘅客家，佢哋係講趙安強。做習慣培養嘅條圖發現之後，特別買一件4個買嘅啦，習慣培養每一數圖一件，很有做好。好夫自家的生活，常人愛你呢，提防疫情太多陣，噔噔噔。收工啦！等你下，他進入就進洗手，很食才好。娘子啊，好好你的肉肺，就擦骨，肉肺加擦骨洗手。係條腸子，按住正了，就正係打無肥嘅蔬菜用嘅。哦，那啲啊，俾下面大家做鋪來洗手。一條聲音呢，韓國一個學生嘅呢，真是當有創意，運用一個卡數，一般講嘅趙安強嘅客話，來教大家防疫嘅相關講法，和本組無同嘅主題，一個係旅行，另外一個係洗手，繼續來看到也成聲音呢。雲涵，小你要看，你去嚟啦？唔係咁喎，你們習慣培養，你養出很個小頭機會的，冇了的啦，唔係你排練，唔錯。那係大家攏安上，買嘅數圖是袂認真哦。哦，好啦，千萬愛記得，唔係攏開你的嘅蔬菜。未學到嘅卡數哦，也就係趙安強講嘅客話。古時呢，人就看到哦，防疫期間除了講學相關的知識以外，還學嘅到客話，看到安東人因為協助防疫的短片呢，就幫大家看到各有創意。係講唔但唱聲音嚟聽，一下有一群老人家，佢哋係屏東縣嘉東鄉嘅也稱安定人社嘅大寶貝，來看下佢哋用乜嘅方式來幫大家防疫，係個學客話呢。大家好，來如係嘉東鄉老年房，來如係班長，來如你耶，來係副班長胡秋怡耶，來如係美城副總楊志健耶，來係孔樂副總林明珍，來係風紀股長董建奇。今本夜我哋要來宣傳防疫新的想法，有我哋一群老人家為大家做喜歡唱，大家中啊來欣賞。
若有乜嘅問題，可以打免費專線1922嘉東鄉老人堂，就睇下身體健康。太年四字老嫩大細，啲亞探防疫嘅期間，大家除咗講愛啲好，做到也條防疫新生活以外，還有呢，同時咪來學到學法嘅。像按道嘅聲音呢，佢條就講哦，大幫攝影片，自家都變做名路風人，反映講嘅網紅嘅。故所呢啲亞當中，大家咪知道講，要學嘅到教育，還講呢自家咪當歡喜。也就係按見本嘢咧推出嚟，土亞防疫韓國客家加起來，我有乜嘅新嘅創意呢？今日客家新新聞出到鴉片呢，感謝嘅收看，按田講嘢9點半再飛。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新鮮嘅疫情之新。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婷。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愛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最新發展。